耶穌的神蹟讓人們知道他是那位將要來的先知，然而他的使命不止於此，他更是我們的救主和彌賽亞。人們看見這樣的神蹟後，自然會驚訝，他們的反應中流露出敬畏者，也讓他們開始思考耶穌的真實身份。當我們認識耶穌更深時，我們知道他不只是先知，更是我們真實的救主彌賽亞。他的愛與犧牲改變了每個信靠他的人。我們的信仰不只是過去的神蹟，而是與主之間活生生的關係。在今時今日，我們應該要如何見證和經歷耶穌的能力？我們作為信徒，在共同體中應該積極分享耶穌的故事，讓更多人認識耶穌的愛與力量，成為彼此信心的鼓勵。